人吗？是人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我认识吗？你可能会认识。那你认识吗？我必须认识啊。你自己。你可能会认识我吗？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呢？有点臭。我知道了，马红阳，就上次来我们家脚巨臭的那个。不是啊，老妈这期你别看啊。那你们关系好吗？非常好，但是跟你谈恋爱以后基本断交了。为啥？你嫌弃他啊？说啥都不让我跟他再相处了。啊？谁呀？我咋没印象呢？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？偶尔，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见面。你前男友啊？什么我前男友？你前男友？那他多大岁数？岁数挺大。你还有这癖好？不玩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再猜一下。那你说你们很少见面的话，你们偶尔见面。那你说你们偶尔见面的话，你们这几天见面了吗？见面了。昨天晚上你跟你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。在哪儿啊？一定要说吗？说呀。厨房。王志和谁？你跟我说王志和谁？